最近有諗法買珠海樓嘅香港朋友，我身後嘅呢個樓盤，你一定要留意喎。佢距離港珠澳大橋上橋位咧，都只係100米，而且咧2房、3房、4房首期只要10萬，最緊要佢仲送埋粵港兩地牌俾你哋啊！我身後嘅呢個商業街咧，七仔，還有菜市場，還有餐飲店，呢啲咧係全部開晒業嘅，去到大型超市咧都只係5分鐘嘅時間。衣食住行咧係非常之方便嘅。而家我哋入去小區園林度再詳細介紹啦。而家我哋嚟到小區園林入邊啦，咁可以睇翻佢呢啲建築咧係採用新加坡式嘅濱海外立面設計。我身後嘅呢個咧係3D 嘅一個立體蝶園。咁小區咧仲係有會所嘅喎，仲有健身房。最緊要咧佢仲係無邊際嘅泳池啊！睇晒一線豪江景色，非常之正啊！而家我哋上去單位了解一下先。上到你實體單位呢個係1500尺嘅4房2個套間嘅一個單位，全屋咧就係交樓標準，所見即所得。入門我嘅右手邊咧，呢個做咗一 set 到頂嘅鞋櫃啦，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嚟㗎。咁我嘅入門右手邊呢度係做咗一間套房，呢個係長輩房啦。全屋嘅中央空調咧都係交標嘅，望出去咧係一線豪江景色，非常之正。咁行翻我哋嘅一個餐客廳嘅一個位置啦。咁餐客廳咧係可以做到南北對流雙露台嘅設計，非常之通風，採光咧都係非常之充足嘅。嚟到我哋廚房位咧係做咗一個 L 字形嘅設計，抽油煙機、灶台、消毒碗櫃咧到時都係交付標準。呢度仲可以擺到一個雙開門嘅雪櫃，空間係非常之足夠嘅。咁最緊要咧係嚟到我哋嘅主觀露台位置。咁主觀露台咧可以睇翻呢個景觀。一線嘅豪江景，望到成個澳門半島葡京塔啦，還有我哋嘅澳門觀光塔啦，呢個景色非常之正，180度嘅採光。咁嚟翻我哋嘅呢間房，咁呢間房咧係通向露台嘅其中一間房啦，空間感咧、實用性咧都係非常之充足嘅。咁睇翻我哋呢個位置，咁呢個客廁係做到乾濕分離嘅一個設計。呢度咧係其中一間房，咁呢間房咧係望翻我哋嘅一個山景嘅。睇翻我哋嘅主人房，咁我哋主人房咧都係一個套間嘅設計，可以睇翻空間感咧都係非常之十足，而且咧都係望晒一線嘅豪江景色，同埋望到葡京塔嘅。呢個單位咧現樓即買即入住，首期10萬，2房、3房、4房首期都只需要10萬，而且係仲送埋兩地牌。任君選擇，我哋仲提供香港、澳門嘅朋友點對點專車接送，有興趣就即時聯絡我哋啊！